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9月5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国民党正式通过征调洪秀条参选台南市第6选区的立委。台南市会国民党团上午召开记者会，欢迎洪秀条就战斗为地，并且甲其他5位立委参选人合体，将全力以赴做伙拍拼，为困难的选区拍出一片蓝天。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条确定代表拿赢参选台南市第6选区的立委。上午议会国民党团嘛欢迎朱柱杰就战斗的位置。洪秀条表示，会选择台南来参选，就是唔惊挑战，有信心会用带动选情，唤起台南人对国民党的信心。当初下定心意要到台南来，我们当然非常知道台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我常常在讲，我们不怕接受挑战，也不怕艰困啊。只要我们有心，我们相信我们总是会走出一条很好的一条道路来。更何况大家看看我们周边这些所有的提名的同志，他们都是这个战斗意识昂扬哈，而且都是信心坚定啊。所以这未来在选举路上，我想我们都会联合起来，想出一些更好的方式。来唤起台南人对我们的这个信心，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得很好的。在议会国民党团的小厅，台南市6位国民党立委参选人首次合体。虽然朱柱杰是最后一位提名，不过相信有伊的加入，其他5位嘛提振不少的信心。朱柱杰是老人员了哈，那我们相信，在国民党从这个同志。协助之下，朱柱杰本人的吸引力之下、魅力之下，绝对有机会。国民党这次选举绝对赢得胜选哈。柱姐带来的这股温暖，让我们候选人真的都可以鼓起勇气，再往前一直冲。让说柱姐带领了我们5位候选人，可以打赢这场选战，这是最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台南市真的是一个很艰困的选区。朱柱姐到台南，只会让我们更好更强，但是我们会并肩作战。希望我们明年的大选，可以我们一起6位一起进立法院，为我们的人民发声，让人民过得更好。我想吼，伊这个精神啊，带动的，唔是干那规个拿军的士气，佫是咱所有人参与政治的一个上好的榜样。所以，伫遮我非常感谢咱主席的热爱台南，教阮大家共同努力。至于外界担心总统大选是毋是会重回过去换条风波？离换掉韩国瑜，不过洪秀条表示这是无可能的，而且中央从来嘛无这种的想法，只要是党提名，就是唯一支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有关台湾未来总统大选只剩128天，台南市原创团上午联合镇议员曾玉珠、甲南区里长联谊会会长、副会长以及多位里长做伙召开记者会。一方面全力支持小英总统，另外一方面也恳请郭信良议长会当承接台南小英后援会会长。伫8月底，因为小英总统竞选决策召集人洪耀福的拜会。并且当面邀请议长郭信良担任小英台南后援会会长。虽然当时议长表示会好好考虑，不过到现在却一直无消息。对此，议员蔡洪全甲前议员曾玉珠上午发起南区里长联谊会，全力来相挺小英，并且恳请议长会用个担任小英台南后援会总会长。所谓后援会，就是实在要有动员能力。爱有这个系统的这个自治的动员，爱有陆军，所以目前咱来甲看起来，佫有台湾情、台湾心，佫一直咧挺立的咱所有绿色的力量。我感觉咱的郭信良议长是一个上好的人选，
我嘛捌做过小英后援会会长，较早我做主委时是兼任小英后援会第一届的会长，所以我嘛郑重大力嘛呼吁咱共同嘛希望讲咱的这个郭信良议长会当来接任咱的小英后援会总会长，安尼讲好唔好？为了守护台湾、捍卫主权，2020台湾的大选，世界拢咧看，因此议员嘛呼吁，袂用的阁有派系之分。为了让台湾会用的更较好，议员发起由南区客房接煞一行人嘛前往议长室来拜会。毋过议长因为有行程无伫咧办公室，更加留下了更侪想象空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基隆市长林佑昌承诺要伫3个月内减重10外公斤。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向林佑昌落战帖，看伫明年总统大选过后，什么人的体重减较侪，同时也来比看卖蔡英文总统的得票数，台南甲基隆倒一边较侪。台南拥有丰富的农业产品甲美食，为了协助行销，台南市长黄伟哲也需要4个参加记者会宣传并试食，这也予伊上任后体重一直增加。伊日前也特别拍片讲耍笑，表示家己变大箍也是一种职业伤害。同时，伊也认为人只要到中年，佮较后变大箍，会使维持身材才是上厉害的。健康减重当然不外乎多运动，少吃淀粉类啊。那其实平常大家暗度劳形啊，其实人家觉得说你当了市长之后，就越来越胖。那其实不当市长也会变胖啊。我看大街小巷那么多这个庶民老百姓，其实那么多市民，其实大家过了中年人就自然会变胖了。但是如果不变胖，才是厉害的地方。也因为基隆市长林佑昌少年时期的相片伫网络掀起一波风潮，侪网友拢希望市长会使来减肥，所以也带动林佑昌现在开始减肥。对此，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向林佑昌下战帖，希望明年总统大选结束后，两个人会使来比体重，同时也比台南甲基隆蔡英文的得票率。我愿意跟林佑昌市长大家来个君子协定，好，选票是越拼越多，体重是越冲越少。那你看能不能努力？就是说年底的时候，或者是明年1月11日以后，这个来看这个基隆市这个小英的得票数跟台南市小英的得票数，好，还有我们这个县市长的这个体重，看谁比较重啊，得票数看谁比较多。现在除了关注明年的总统大选，也会使来关心两位市长的体重比赛，相信大家会使看到一场好耍的市长对决。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108年课纲上路，北区公园国小就透过外国学校的学生所寄来泰迪熊来认识世界各国的文化甲风俗，而且公园国小的学生也将代表台湾的喜熊甲乌面腊八的红仔送予对方的学校，让教育更加趣味，也更加国际化。Please come to Taiwan. Please come to Taiwan. 台正老师用全英语教学。台下学生嘛用英语来回答，这是台南市公园国小应用108课纲所设计看领药的课程上课的情形。我学到了让英文更好，然后并且了解全世界的文化，像是外国的美食啊，还有景点啊那些的，我也觉得非常的有趣。校长吴淑芬表示，
IERN 国际教育课程，除了课程上有双语教学以外，全校各班级嘛会进行国际教育。这回佫透过甲其他的国家学生交换泰迪熊信物，互学生认识各国的文化风俗。国际教育是公园国小一个很重要的特色。那公园国小在国际教育这里的推动呢，我们为了要引起小朋友们的视野更开阔，愿意来做这一些的学习，所以我们就透过 IEN 这样子的专案，让小朋友从游戏当中、从趣味当中，能够跟世界各国来做接触。108课纲上路，台南市以扎根基础影响未来，点亮囡仔成长希望作为教育环境。台南市教育局主秘蒋明娟表示，国际教育课程是课纲重要的一环，希望透过这项创新的课程，增加学生的国际竞争力。新课纲在108学年度8月1号就是开始了。那我们这学期会透过几场的记者会，到学校去介绍他们的校本课程、弹性课程、统整的课程，让各界知道说台南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课程当中看到各个学校绞尽脑汁、全力以赴谢谢老师们把这么好的课程带给学生，看到学生们学习的这么开心，我们真的就觉得很欣慰。IERN 国际教育课程，老师依着国外学生寄来泰迪熊，带领小朋友认识各个不同的文化。这款的课程设计，学生拢有食悬学习兴趣，嘛为108课纲国际教育奠定了好的基础。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每一档中秋节进前，拢会邀请爱心单位陪伴长辈来食团圆饭。难得的是，台南市读书职业工会出钱佮出力，连续3档为长辈料理青草的菜色，让长辈感受到社会温暖。台南市中秋爱老人在1个餐会，由台南市厨师职业工会连续3档响应，除了全数支付倒菜费用以外，更出动工会会员为长辈料理大餐。餐会依照台湾传统料理办桌形式来进行，希望让长辈吃个欢喜，感受满满的人情味。除了吃大餐，基金会嘛邀请长久以来一直持续关怀的爱心单位来到现场接受表扬，感谢因的付出。今天呢，也邀请了260位的长辈以及出动100位的义工，在我们的台南南区湾里活动中心来举办我们的中秋餐会，希望可以让我们服务的长辈也可以提前感受到中秋团圆的气氛。那我们目前的话呢，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活动，那接下来的话，这个礼拜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中秋关怀礼品提前送到长辈家中。那目前的话呢，我们的关怀礼品还有300份需要民众来支持，那1份的话是300块钱，都是可以开立正式收据。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发挥爱心，然后跟我们联络。华山基金会伫全台设有389个爱心天使站，为弱势长辈提供年岁关怀、陪同就医、身体照顾以及物资协助等服务。期待以在地人照顾在地人的精神，建立社区互助模式。基金会嘛欢迎社会大众做伙加入关怀弱势长辈的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肢端肥大症是一种生长激素分泌上过侪罕见疾病，病人可能会有身体无正常的肥大，或者是精神的状况。如果无赶紧治疗，可能会造成心血管的疾病、甲关节炎等等的状况。平均延误就诊的时间是5天至7天。基于医学中心的提醒民众爱多加注意。一名男性是因为心悸被送到基比医学中心的急诊，经过检查发现是一种叫做肢端肥大症的罕见疾病。因为伫脑内面生了肿瘤，所以影响了心脏激素的分泌。这种病症上明显的就是患者的身躯会有无正常的肥大，或者是精神的状况。也因为病症的无明显，所以常常互发现的时阵，拢已经延误就医5年到7年。后来也会影响患者得到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等状况。医生也提醒民众爱多加来注意。它是会让这个软组织，就是像我们手啦或脚这种软组织，它是慢慢的变大，还有轮廓会慢慢的改变。所以如果说你是每天跟他在一起的人，你可能看不出来，
因为它就慢慢来啊，你也看不出来，所以通常会被延误诊断啊。但是当你看过这相关的表现之后啊，其实你看过一些相关的一些文献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诊断，只是说你的警觉度要高一点点啊。所以通常临床上面你看外观啊，其实就大概可以猜得出来啊。当然确诊不会只看外观啊，还是要靠那个抽血的数据，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抽血来做确定诊断。那最后还是需要做影像学的这个分析啊，像说做这个核磁共振啊。或断层扫描这一类的一个检查，才有办法知道它的这个数据，它的大小是怎么样。这个病症的治疗以着手术为主，但是手术后也需要长期的追踪。如果无及时的治疗，也有可能造成患者的平均血寿减少10年到15年。我们刚刚讲嘛，因为他发现的都比较晚，所以有时候肿瘤已经很大颗了，你才知道。这有时候其实在开刀上面的干净度上面就会比较不太敢开得那么干净，因为怕会伤到其他的一个组织。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就需要用内科药物去做治疗。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面有一些病人的确要一直是使用这个药物去治疗这个肢端肥大症，但是也有一部分的病人，事实上他其实很 OK， 他就是治疗过后，后来持续追踪，也不需要用药，他的指数都在标准范围内，所以也不见得一定每个都是要这样子做。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做持续的追踪啦，因为这个追踪才会知道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也因为这个病症会造成患者的外观无好看，影响因的自信。所以，基于以下中心也特别规划这个小型的肢端肥大症的展览，希望让民众更加了解这个病症，同时也帮助患者建立自信。台湾新闻广播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云对降准好，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30度，落雨的几率是7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9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